靈修分享，日期2025年12月20日。經文約書亞記21章27至45節。革順嘅子孫從瑪拿西半支派、以薩迦支派、阿設支派同埋拿弗他利支派得到13座城邑。米拉利嘅子孫從西布倫支派、流便支派同埋迦得支派得到12座城邑。上帝照着佢所起誓嘅，將土地賜俾以色列人，使佢哋居住，並將仇敵交喺佢哋嘅手中。昔日上帝賜俾以色列人安息，喺軍事上係擊退外邦，定居應許之地安息；喺屬靈上係上帝嘅聖約得以成就，經歷救贖嘅安息。但係即使佢哋已經喺迦南地居住，依然需要爭戰嚟掃除殘兵。今日對我哋基督徒而言，雖然藉着耶穌嘅十字架勝利得以享受屬靈嘅安息，但喺耶穌再來之日之前，仍需要面對屬靈爭戰。即便如此，喺耶穌裏，一切戰爭都已得勝。然而，靠着愛我們的主，在這一切的事上，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。因為我深信，無論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掌權的，是有權能的，是現在的事，是將來的事，是高處的，是深處的，是別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使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。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。羅馬書8章37至38節。阿們。